来啉汤哦，通要去投胎转世哦。当然，名模客栈是人过身了，若要转世，会升去住遐。你过去所做的代志，其实会变成你的负担。孔子吼，伊有讲过，伊讲未知生焉知死，其实应该反过来吼，未知死焉知生。因为莫婆客栈讲的是一个发生在冥界的故事，所以总共这6个单元30集里面呢，都会有6个不同的客栈来底的贵客。这名簿咧，就互你一张名簿卡，互你带入去这客栈内底，互你7天去完成你的心愿。万千旁，第你还未投胎转世进前。阮这出戏就是内底有真侪年轻人，伫咧幻想，所以它的限制本身没有很大，对，所以就是唐老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空间。这一次的场景很有趣，就是刚刚说它是舞台跟影视的结合，所以我们光是在场景的设计上，它都有舞台剧的概念在存在。所以当你搭配舞台剧这样子的一个，比如说类似像舞台这种场景，非常非常意象的那些建筑物，那你的特效就不可以非常的写实。不管是导演啊，还是作曲啊，还是编剧啊，其实拢是差不多像我这个年岁，30多岁、40岁。我们有放了很多属于我们这个世代的想要呈现的一些趣味在里面。名模客栈就伫咧公司台语台。